续来看这个南投信义乡双龙国小的这个卡球队，才训练1年半尔，就踏入去全国赛。4月底，甲水里国小的女子卡球队将要代表南投县争取国小卡球世界杯的奖杯。干那训练当半年，信义乡双龙国小女子卡球队进前参加国小卡球世界杯县市选拔赛，打败县内其他真侪间国小，甲强队水里国小，作为得到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卡球比赛门票。在我们原乡的学校也可以提倡这个足球，而且呢，这个也可以留住我们有兴趣的小朋友留在山上。伫这短时间内，就使拍入全国比赛，和教练甲学生都真欢喜，同时嘛真有信心。很辛苦，但是看到结果还是很开心，就是看到成绩会很开心。我希望我可以代表国家出去。你在踢的时候要动头脑，然后动头脑的时候对你的学习也有帮助。老师甲学生拢希望讲透过一日练习，伫4月底全国国小卡球世界杯比赛会使摕到好成绩。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